聊聊啊，涂个文章了后，接落将文章内底一条卡书卡特别的语词扣起来，每种带着除非本卡款款，卡袂唔错的除非，摕来做合适。第一个除非是咱们是相当、十分的意思。我们来看第一个例句，咱们好胆。相当大胆的意思。第二个例句是母老到咱们台，拄到贵姓失老。第三个例句，你传天失批，咱们过急。第三个例句讲错的是相当、十分。另外有一个容易混淆的词，傲慢。我们藏湾腔的傲慢。没有相当十分的意思，而是很不讲理，相当十分不讲理的意思，与其他腔调不同，容易混淆。下一个复习的词汇，嫌隙。发言的意思只是讲目前、现在。例句是嫌隙爱用做账号，较紧想办法。或者中高级其他词汇的例句中也会提到的例句，贵打官司，嫌隙让车也痛痛，都没运用住也忙的。虽然这是基础级的词汇，我们在自学时可以查询一下有哪些类似意思的词，在听说写的时候可以用来替换。在训练阅读的同时，增加词汇能力。刷落来，同义处就唔浅，例句就唔浅的进去了样，无会加速，唔会个起呀。第二个例句较长哦，爱注意听哦。台湾是唔浅，全世界世界。从切面积调快，生产技术调好，高品质调赞的蔬菜。这是一个中高级的例句，可以学起来。目前、现在的同义词还有高级词汇的演习下。例句就，规个片演习下让来无大紧。可能1-2日是袂好啊。打热图文章，读出困难的除非假使，袂用打黑客网内地查询，加强热图的深度。接落来，第三个除非讲假讲理，就是东扯西扯，说一些不相干事情的意思。例句袂用讲。很好好回答我的问题，卖按讲假讲理。讲假讲理，说一些不相干的事。如果我们想表达做一些不相干、没有用的事，可以有用哪一个词呢？有一个高级词汇，狗夹无劲。本意是狗啊，张开嘴巴要咬苍蝇。可以很直接的联想到什么？说的就是没有实际效果的动作，无实效的动作嘛，包含动作啦，说话没有实际效果。因因来让例句，鬼亲者听鬼讲戇书，是像狗夹无劲的种。整个早上听他讲不切实际的话，就像狗咬苍蝇一样。